08年卷2第9題，咖啡店嘅積分點優惠計劃，咁用嚟吸引顧客。咁當顧客每一次消費之後可以賺取積分點，咁而積分點儲蓄到某一個數量嘅時候呢，就可以獲得特別嘅優惠。咁個方式用贈券嘅。店裏面安裝咗一啲服務站，俾顧客可以查閱翻積分同埋可以列印贈券。下列 R1 去到 R7， 咁就係呢個系統嘅要求。要求1，咁呢個系統主要提供兩項功能，咁一個係查詢，一個係列印贈券。R2， 顧客需要喺服務站出示個積分卡先至可以使用呢個系統。R3， 盡量方便顧客查閱積分卡。R4， 當顧客嘅積分累積到某個數量嘅時候，就可以揀選一系列嘅贈券，咁而每類贈券只可以兌換一次。咁而贈券呢係會透過連接服務站嘅打印機去列印出嚟嘅。R5， 打印機必須係某個牌子嘅最新嘅型號。R6， 咁顧客用完咗呢個系統之後呢，可以登出戶口。咁如果指定時間裏面冇任何活動嘅話呢，咁個系統係會自動登出嘅。咁而最後一個要求呢，就係每個服務站呢必須要有2 MB 嘅儲存空間。問題 A， 咁上述嘅邊兩項嘅要求係硬件要求呢？咁答案就係 R5 同埋 R7 嘅。一個係打印機嘅要求，一個係儲存空間嘅要求。問題 B， 咁呢個計劃正式開始之前呢，應該進行一個研究先嘅。呢個咩研究呢？咁答案就係合理性或者係可行性嘅研究。咁會考慮一系列不同嘅因素，咁調查呢個項目是否能夠成功完成。計劃終於開始，而且開發咗5個功能上嘅設計，咁就係 F1 去 F1 去到 F5 嘅，咁以達至呢上面有關嘅要求。咁第一個功能 F1， 咁系統會不斷咁去閱讀嗰個積分卡，咁直到閱讀成功，咁成功之後會發出 beep 一聲嘅。F2， 咁系統有一個遙距嘅數據庫呢，係連接住服務站，儲存住積分同埋贈券嘅資料。F3，咁讀取積分卡之後呢，就會將個積分顯示出嚟。F4，咁如果積分係足夠嘅話，就會顯示一個按鈕，咁呢個按鈕可以俾個顧客可以揀選同埋兌換翻贈券。揀選嘅贈券呢，會由打印機印出嚟啦。咁按下個按鈕之後呢，咁個掣就變成暗淡掂咗，咁顧客就唔可以再撳第二次啦。最後 F5， 顧客可以透過屏幕上面呢嘅登出按鈕呢，就手動咁去登出個系統。咁如果某個時間之內冇任何活動呢，就會自動登出嘅。咁所以上面嘅系統要求同埋下面嘅功能咁去做一個嘅對比呢，一個對照。咁 F1 有關嘅積分卡嘅，咁所以 F1 就要對翻 R2、R3 同積分卡有關嘅嘢。咁至於 F3 就對翻 R3 呢，咁而 F4 對翻 R4 嘅。咁而最後呢個 F2 數據庫係對翻 R7 嗰個儲存空間。咁跟住呢處有2張圖啦，上面呢個圖係一個積分點嘅系統嘅中間呢，咁側邊係對個顧客嘅，咁而右邊有一個客戶資料嘅一個數據庫啦。咁所以上面呢個圖係個系統同埋顧客同埋個 database 之間嘅關係，而下邊嘅圖顯示咗呢個系統嘅主要嘅功能。咁首先我哋會入卡啦，咁經過咗呢一個積分點嘅查詢之後呢，就由個 database 裏面就抄翻個積分點幾多。咁個分數就會呢，就俾下一個嘅系統啦。咁呢一個系統呢，就係兌換同埋列印贈券。當積分儲夠嘅時候，就會去呢個系統度啦。咁有個掣俾個 user 可以撳嘅。咁撳咗之後呢，就會呢印翻出啲贈券出嚟啦。咁就 update 翻 database 嘅。咁而跟住呢個系統嘅流程圖呢，中間有個查詢嘅程序，有個 program 啦。咁我入卡入裏面呢個輸入嚟嘅。咁跟住呢，由呢個呢，由個顧客嘅記錄裏面呢，抽翻資料過嚟。咁跟住顯示翻個積分，然後顯示佢可以兌換到嘅贈券。咁呢資料再進一步咧，就去到呢個兌換贈券嘅呢個嘅 program 啦，個程序咧。咁呢個時候 user 可以選擇贈券啦，咁再呢度列印翻出嚟啦，呢個輸出嚟嘅。咁再 update 翻個 database 就係上面一個 database 啦。
咁而最後 F 呢個表呢係攞嚟做一個測試嘅，咁裏面包括有個要求啦、功能上嘅設計咧，同埋測試嘅事例。咁譬如測試事例有 T1、T2 啦，T1 係測試個顯示積分點嘅，咁而 T2 係測試呢個系統可唔可以印到個列印贈券嘅。咁所以呢個測試事例 T1、T2 係針對翻呢個 R1 嘅要求，亦都針對翻功能上嘅設計 F3 同埋 F4。咁樣嘅設計咧，可以幫助到我哋喺用戶驗收測試嘅時候咧，就可以確保到咧，就我哋嘅要求係能夠被符合嘅。咁我可以根據翻啲測試嘅事例去測試翻個功能上嘅設計同埋個要求是否符合。